Hello，各位，我係樂哥，歡迎大家又嚟睇我嘅頻道啊！最近有單有關英國查理斯國王同佢王子嘅新聞都幾爆嘅，而係同樓市有直接關係嘅喎。嗱，如果我同你講英國皇室出租嘅屋，竟然都有超過100間，佢嘅 EPC 評級係 F 或者係 G 嘅，你嘅第一個反應係咪吓？唔係啊吧？普通業主有 FG 就唔俾出租，又話犯法皇室就可以？嗱，呢單新聞咧，最近係由 The Guardian 爆出嘅，真係幾值得我哋英國做業主嘅人留意下。嗱，因為咧，佢唔單止係一單皇室新聞，其實背後係講緊一樣嘢：英國政府對出租住宅能源效益嘅要求將會越嚟越嚴格。而且真正頭痛嘅，可能係我哋呢一啲普通嘅業主。咁同大家講下咩叫做EPC，佢全名就係 Energy Performance Charge，簡稱 EPC 啦。一般係由 A 到 G 嘅，A 就係最理想最好啦，G 就係最差嘅能源嘅標籤啦。對 Guardian 調查咗超過700間由皇室相關地產持有嘅出租住宅，包括查理斯國王相關嘅 Duchy of Lancaster，而威廉斯王子管理嘅 Duchy of Cornwall，以及 Sandringham Estate 呢間公司嘅物業，結果發現大約1/5啊，即係20%啦。但係即係為之係100間咧，佢哋嘅 EPC 咧係 F 或者係 G 嘅。你話都幾離譜啊，好過分喎！究竟有冇管理啊？而問題就係喺英格蘭同威爾斯，對受到 Minimum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簡稱 MEES 規例管制嘅私人出租住宅，由2020年開始，如果 EPC 低過 E，即係咧 F 或者 G 咧，原則上係唔可以出租或者繼續出租㗎嚇，除非業主有效豁免。所以新聞就出現一個好有爭議嘅問題：皇室嘅屋點解仲可以租出去呢？不過呢度大家一定要小心，唔可以咧簡單就咁講，皇室有 FG 嘅出租物業，所以皇室係違法。事情咧又唔係咁簡單嘅，因為 MEES 咧本身係有豁免制度啦，例如某啲物業可能因為建築物性質、改善工程成本，需要取得第三方同意或者其他法定原因而可以申請豁免嘅。而皇家地產亦解釋，有部分住宅係農場房屋啦，係歷史建築物啦，或者係涉及特殊租約啦，因此未必全部受到同樣規則限制。而 Guardian 嘅調查就指出，佢哋發現超過100間 F 或者 G 嘅皇室住宅，但大部分似乎冇見到正式登記嘅豁免嚇，呢個先至係重點。咁真正嘅問題就唔係話有 F 同 G 嘅 EPC 係咪一定犯法呢？而係應該係 check 下呢間屋係咪屬於 MEES 適用範圍啦。如果唔符合 E 級，咁有冇合法有效嘅豁免呢？咁頭先 Guardians 呢個報章都話咗冇啦。咁第三部分啦，咁就係點解皇室啲屋咧咁難升級咧？有20%都係唔達標嘅咧。照計佢哋有最多資源去做呢啲嘢嘅喎，我哋小業主可能就冇乜資源，係咪？亦都冇咁多鬆動嘅多餘錢啦。而其實我覺得今次新聞有一啲幾值得理解嘅，就係皇室擁有好多非常古老嘅物業咧，係位於鄉郊地區㗎。有啲屋咧可能係幾百年歷史嘅，你叫佢改善能源效益咧，唔係話就咁裝啲保溫棉啊，或者升級到係有 gas 啊，有暖氣咁就可以嘅。咁同埋有啲單層玻璃咧，要換嘅話咧，係咪就係下下都可以咁容易換咧？有啲牆身係 solid wall，又點樣做去 insulation？點樣去做保溫咧？咁屋頂點樣去保溫咧？係咪？咁暖氣系統要換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建築物係歷史建築要改動咧？亦都係需要有planning permission 嘅嚇，要同當地 council 去申請嘅。咁所以有時候呢一間 EPC F 嘅舊屋咧，如果要升到 E 咧，其實唔係話咁容易嘅事嚟嘅。甚至如果將來要升到 C 咧，因為之前工黨政府啊要求2028年所有出租物業係要去到 EPC C 嘅，咁可能唔單止花好多錢，甚至可能係近乎冇可能嘅。
而皇室方面亦表示，佢哋其實已經投入大量資金改善住宅。Duchy of Cornwall 更加公布咗大型投資計劃，而 Duchy of Lancaster 亦表示已經花費數百萬英鎊進行改善。嗱，但係我覺得咧，呢單新聞最重要嘅地方咧，其實唔係皇室，淨係睇佢哋點樣去做去處理自己嘅物業，而係如果連皇室都有一大批舊出租住宅面對能源效益問題而處理唔到，咁普通業主咧更加咧要開始準備睇下你而家手頭嘅物業究竟係咪可以達到第一最低要求嘅 E 先，同埋將來係咪可以咧真係有辦法提升到去 C 啦。所以咧政府咧喺呢一方面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咁而家之前話2028年，而家就褪到2030年啦。私人出租住宅嘅呢個要求啊，對 EPC 要求一定要去到 C 咁嘅或者以上嘅效能嘅。所以換句話講咧，今日你有一間 EPC E 嘅屋，可能暫時冇問題。但如果你係長線 buy to let 投資者咧，唔好淨係睇今日合唔合格，你要諗下5年、10年之後。如果你今日買一間150年歷史嘅屋，佢係 EPC 係 E、D 或者 F 嘅，咁將來究竟要花幾多錢去升級先至真係可以做到 C 咧？你可能屋頂啊，你嘅牆要加 insulation 啊，你嘅窗要改造雙層甚至3層啊，種種林林總加埋，可能都未必達到 C 㗎嚇。因為就算 new build 嘅屋咧，佢屋頂加埋太陽能板都係去到 B 嘅啫。咁所以總結咧。今次皇室出租屋 EPC FG 呢單新聞咧，真係幾爆，同埋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就係、皇室有皇室嘅特殊情況啦，普通業主亦有普通業主嘅責任。亦都唔好見到因為皇室都有F 同 G 嘅物業，就唔好以為自己而家係 EPC F 嘅 G 嘅物業都冇問題啊！真係要睇下咧，Miss 呢個佢嘅規範嘅條例適唔適用你喺你嘅物業嗰方面，同埋你有冇辦法咧可以合法豁免，同埋未來升級，究竟你需要幾多成本呢？嗱，尤其如果你係做 buy to let、HMO 或者長線出租投資咧，EPC 咧已經唔係再係一張跟住一個 home report 嘅一張證書咁簡單啊，而係物業投資成本嘅一部分啊。如果你覺得今次條片有用咧，嗱，記得俾個 like、subscribe。嗱，我係樂哥，專係講英國生活、英國樓市、移民同埋物業投資嘅。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